就係物證啦。如果咧有閉路電視 CCTV 影到成個咧盜竊嘅過程咧，咁呢個咧我哋稱之為物證啦。其實我屋企咧就有好多 CCTV，但係冇一個 CCTV 可以影到佢偷嘢嘅過程，可能因為咁嘅原因而釋放。之後，陳女士仲面對質疑，會唔會有人插贓嫁禍咧？如果插贓嫁禍，我唔會揾啲咁貴重嘅嘢係嘛，幾廿萬。我真係有機會會唔見嘅喎，同埋我同佢都唔係有仇，我俾咁多錢呢種嘅費用，跟住我用得佢幾個月，我做乜嘢要插贓嫁禍俾佢嚟害我自己 ？April 無罪釋放，陳女士以為只係損失請佢翻嚟同埋再請新工人嘅幾萬蚊費用啫，誰不知自己仲忽然做咗被告，係俾 April 控告啊！要我賠償翻佢所有嘅損失咯。對方要求嘅包括9個月人工、1個月代通資金、機票、大價錢、交通津貼、膳食津貼等，合共近5萬蚊啊！一個領事館嘅 NGO 嘅人同佢一齊出庭嘅，要我賠償晒所有佢要求我賠嘅嘢，咁先肯停手。陳女士話：經過多番調解 ，April 先至肯暫時和解，接受陳女士賠翻4000幾蚊俾佢，但就話仍然考慮上訴，即係話問題未解決。僱主咧就點去保障自己？最緊要係你點解終止佢咧？啊，因為佢偷嘢喎。咁你第一件事咧，一定要同個工人講，最好準你寫埋封信，我俾多1個月代通資金你，我哋終止合約。咁有啲僱主會覺得㗎，俾多個月冇理由嘅喎，因為如果證明佢真係偷咗嘢嘅話咧，你做咩要俾多個月佢咧？我唔使俾嘅喎。嗱，留意啦，因為佢未上法庭啊嘛。你俾多個月嘅時候係有一個好處就係、如果佢判咗佢無罪嘅時候咧，佢走咗，你係始終有一條尾喺度，仲要買定一張係開放式嘅機票，即係可以改期，咁嚟終止咗合約。然之後即刻就要填報入境處嗰個4072，話俾入境處聽，變咗外傭離開咗自己屋企咧，就之後嘅嘢咧就唔關個護照事。